在地人在地前来讲一个较特别的风俗，过年后有时伫台中海线地区的桥边也是路边，会发现一塔一塔的金纸，互人真好奇讲这金纸有啥物意思？其实这是海线特有的文化。在地人为了祈求新的一年出外顺利，会伫头一个路口也是桥头放一寡金纸，慰问另外一个世界好兄弟啊，分享新春的喜气。要不过这金纸放伫路边啊，风一个吹一个透，会造成环保的问题。 伫咧道路边贴真侪金纸，这金纸就放伫咧桥顶边，互大家真发现先纸被放伫咧遮。问在地民众，有人唔知影，有人伫咧要讲是为着礼拜高分野开。那据说是这个路段可能发生个车祸，或者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那放个金子，有一点是要祭拜那些孤魂野鬼。 实际拜访有文化专业背景的市议员王德钦，伊讲这是海线特有的风俗，祈求新的一年出国顺遂，嘛为了另外一个世界好兄弟。在路头路尾、桥头桥尾如果经过的时候呢，就会摆放一些金子。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祈求平安。只是放伫路口的金纸随风摇摇飞，伫个路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，甚至飞到桥骹，环境嘛不甲真垃圾。凡事会当找找好方法。 维持风俗，每当兼顾着环境保护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